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會裝修之下嚟到馬鞍山嘅錦駿苑。呢個單位面積大392尺，屋主求安層係3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簡約嘅現代風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有一種簡約同埋時尚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送上本公司嘅居屋全拆套餐加深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廚櫃、浴室櫃鏡、掛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房門、油漆、窗台石等等，合共係275500蚊零花費，外住每期一附加費用已成為本嘅。我哋一開始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入邊選用咗灰色嚟做主調，凸顯出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下方嘅櫥櫃呢，我哋用咗亮灰色嘅顏色，而右手邊留咗放洗衣機嘅位置。上面嘅櫥櫃同樣都係選用咗亮灰色嘅顏色嘅，而中間位置配搭咗白色嘅雲石石面。然之後我哋嚟到廁所嘅位置。廁所方面同樣都係選用咗灰色嚟做主調，睇起上嚟簡潔得嚟又有特色。淋浴空間方面選用咗銀色嘅玻璃浴屏做咗一個乾濕分離，而櫃身方面我哋上面做咗一個3門嘅鏡櫃，左手邊做咗幾個層架，可以俾屋主方便放啲牙刷。然之後我哋嚟到第一間房間嘅位置。第一間房間我哋做咗一個雙架床，喺床側邊嘅位置做咗一個到頂嘅大衣櫃，可以俾2個小朋友放到足夠嘅衣物。而喺呢個空間我哋都冇浪費到佢，我哋用咗嚟做一個書台同埋一個儲物櫃。然之後嚟到第2間房間嘅位置。呢間房間我哋做咗一個3尺嘅地台床，而喺床頭嘅位置做咗一個床頭櫃。呢個位置我哋做咗一個電視櫃，而喺門側邊嘅位置呢，做咗一個大型嘅獅子櫃。咁入邊有足夠嘅儲物空間，可以俾屋主放到唔同嘅雜物同埋鞋嘅。咁成間屋為咗凸顯現代簡約風嘅風格，選用咗亮灰色嘅雲石地磚，另外配搭咗白色嘅油漆，咁可以令到成間屋更加光猛啦、時尚同埋容易啲清潔嘅。